你知道我在3月14号，因为我们是情人节分手的，然后那时候本来就是讲暂时，可是我暂时是大便，对。我跟他说就是有1个月时间，就是因为我是很烂，我都不睡觉，然后一直抽烟。我在行尸驿站系列里面决战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大概1月9号的时候就不知道跟祖先托梦吧，就是我就突然间这样写一首歌，然后我找他，结果就出生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其实我觉得很荒唐。叫什么？不是妓女，不是。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就分手了。我就很难过，就单纯想写一首歌，把自己想讲的话讲出来。我超傻眼，我想说怎么了？对，然后那个内双啊，他说他今天可能会来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来啊。就是我现在找他，对，那这个事情的配乐，就如果你有在的话，就是这首歌是给你的。加油！那你不知道在我家哭几次了？我现在房间已经禁止出现这个名字。1、2、3，走。现在只想找咱们的人，来去思量。自关于放学了以后走走，把它放进去看。当你爱的不错，那就是在咱们过走，我会走。我知道你要怎样留下我一个人过，一个时光阻止了死亡，也曾是谁的错，也懂得说什么都无法改变的地步。对不起，我这么没有，就算这样，还是写了一首破烂的歌，计较生存的只勉强算是送给你的，也许有一点太过。我才如果我要全部都往外掉，丢给那些最见到人远的时光群众，就算没在一起，还是把你看得很重，一直让人羡慕过，可能我们都做错，我给你的温柔，丢失了悸动，别忘了天空，不再后悔的你和我。不是，我早上现在18岁，应该是我的名字。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你怎么那么稳啊？他哭了，你不是快哭，你是真的哭了。我哭。圈粉圈爆，这个发出去，你这粉丝会冲爆，我觉得太屌了。可是我觉得我唱功那个很烂，我觉得很屌哎，我刚刚也快哭了，你哭腔太多了，太屌了，真的哭腔哎。拍照时间，2、1，拍这么长。
全部都上刚刚拍照了。快脱水，今天表演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接下来。